心来，冷冷的天有小小听主的心，阿免。实在是真感动。这天气这么凉冷的日子，我相信上帝也非常欢喜，咱会通倒转来到伫伊的殿中。圣经应允咱一个福气，咱会通三甲做伙伫耶和华的殿中来求问伊，来敲找伊的恩赐，并且是一生一世踮伫耶和华的殿中。所以咱伫主面前，感谢伊所赏赐予咱丰盛稳定甲疼痛。今仔日若是新历吼，上路尾一届的这个礼拜主日，来甲咱身边兄弟姊妹讲，感谢你这一年来的陪伴，甲伊讲来，感谢你这年来的陪伴，感谢主，互咱会通伫伊的疼痛内底欢喜甲兄弟姊妹同行天路。特别是咱得到上帝的疼痛甲照顾，来通同行天路。咱也感谢上帝的疼痛咱每一样代志是对着祈祷当中兴起事工，伫祈祷当中咧成就事工。了后，咱也要伫祈祷当中来献上感恩的祭。咱为着这一个月以来，上帝亲自赐恩伫咱安乐圣教会。会当真侪社区的祝福，会当真侪咱台南市的祝福，甚至会当真侪台湾的祝福，咱会当四界去报佳音。相信上帝要继续来录用咱教会，真侪社区、城市、国家的祝福。所以为着这来感谢，咱也为着上帝保守照顾咱，经过病痛、艰难、困苦，到伫如今。上帝的手悠远伫咱的身上，咱为着这来感谢，咱也为着咱会通继续伫上帝恩赐甲祝福的恩典内面向前来迈进，迎向新的一年，互主的继续借着咱来分享伫咱身边的人，互咱家己真侪主的见证。咱就为这三样代志，同齐开声来感谢，来恳求，请。圣哉，圣哉，至圣的主上帝，你的恩典怜悯伫阮的身上，来保守赐恩，甲阮徛起。主啊，阮感谢你，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上帝，你亲自赐恩，成就一切关系阮的代志。耶和华，阮的眼目仰望你，阮感谢主，因为你引带阮行过重大甲切袂透的代志。虽然有一寡代志，阮其中。有一寡这个想法做法，但是伫计划来无法度伫当中完全成就的时阵，主啊，你也显明了阮迄款对人疼惜的心。耶和华，阮仰望你，你伫阮的身上成就，保守看顾，甲阮同在，互阮进入上帝你的疼、你的丰富、你的恩典，你伫即时。亲自将着你有记的平安赏赐伫阮的内面，主啊，阮要感谢你，因带这一个月伫恩典内面来经过，伫主的牵带内面来经过。主，阮所以为了这一切丰盛的恩典来感谢，兄弟姊妹认捌主的心也愈来愈明白，也愈来愈甲家己交托伫做阮的主，我的主，我的上帝。搁再一届，将我家己献伫你的手中，感谢主，兄弟姊妹陪伴三甲同行，伫人生的道路内底，我会通对主你来行，我的心无惊吓，因为主你伫当中讲，敬畏耶和华的家要大得稳定，伊的儿女也有避难所。主啊，是阮敬畏你，阮对你行，义人的家。义人的家庭要得祝福，所以阮为了这来感谢你，愿赐平安的上帝继续施恩怜悯帮助阮，互阮一生一世踮伫耶和华的殿中，伫主你的殿来求问。主啊，互阮瞻仰你荣耀面，互阮就是会当伫所行的道路上看见上帝你家己恩典的成就，并且互阮会当见证。上帝，你同在的能力甲权柄，显明你的权柄伫你的教会当中，互你的教会大大显出上帝国的权能。主啊，这是你的教会，荣耀的教会，
才亲像主你所讲的，你要伫其中成就一切的美好。感谢主，将上赞、阿乐、荣光归予你。主平安的上帝，感谢你，因为你的名一直拢伫咧，永世无改变。你是以变以谢的主，到如今拢放掌管。你是摇花消浪的主，到伫如今，阮投靠伫你十个下面，就大得平安。你是主，是上帝，你亲自赦免人的罪过，医治人的疾病，又搁互转足的伫当中靠主圣灵的溃烂，刚强起来，互欠缺的对你得到满足，互主你家己的能力权柄显明伫阮这软弱的人的身上。感谢主你的疼痛，对年头到年尾，你用恩典做阮年岁的免流，互你的道路伫阮的面前，阮显明出来。阮行伫其中，就满得恩典自由的高抹。主，阮为着这一切丰盛的恩典献上感谢。阮上赞归予你，平安归伫你疼痛的每一位，就是遐超找你名的正义女。感谢主，听阮的恳求，将荣光归予主，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来，请建基兄来报告。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大家午早。早平安。我昨去高雄开会啦，因为我热任这个台湾人权文化协会理事长。哦，是哦。2冬来吼，实在是无做啥物代志啊。但是呢，我最大的成就就是最后我找到罗连贵牧师来做阮的理事长。我互伊一个真大的任务，就是讲要甲400年前荷兰人来伫台湾所起的教会，搁甲起倒转来。我迄一日写背互即个荷兰的大使馆大使伫台湾的，伊甲我回，伊讲你找成大有一个教授吼，建筑系教授，伊伫荷兰留学，伊对这足了解。所以呢，阮昨伫遐开会，嘛郭培宏是做阮的财务长，郭培宏长老，伊已经帮赞咱遮大大小小的教会起差不多40-50间的教会啦。奉献足侪钱安尼哦，我足感动的，真正。所以阮为这个代志安尼好，真认真来咧拍拼走总，哦，感谢俄罗斯。好，我来做消息报告。今仔日颁发敬老礼金愿上帝祝这个中青兄弟新年快乐平安。心身拢会当永壮。第二，感谢今年度落任的执事张光辉、李慧君、林孝恩等3位伫厝内的辛劳。愿上帝纪念因伫手中所做美好的工作。明年度新任的执事是穆淑婉、谢春芳，敬请兄姐伫祈祷中来守望纪念执事会的事奉。第三，12月31日，礼拜3暗时9点半到半暝的0点10分。0点10分啦，吼。这个举行年度跨年的祈祷会，敬邀咱兄弟做伙来参加，同来做伙来孝顺这个上帝赐予咱规冬的恩典，并且做伙来仰望上帝赐恩，带领未来新的一年。请各小组
家己自执来立做。第四，正月初四，1月初四下礼拜日下晡的1点，伫教会3楼，咱要开即个礼拜堂的修宪的会议。请各位执事甲修宪的委员注意时间来出席。第5点，2月初2到2月初6，就是拜1到拜5，伫教会要举办即个儿童主日学的冬令营。相关的资讯伫日后会搁再公布。欢迎兄姐邀请认捌的囡仔做伙来参加。若准做有意愿要服侍的兄姐，比如讲有准备这餐点啦，还是要做助教，拢会使来认领这个时段来参与。请向明顺传道来报名。第6，2月初7礼拜6中昼12点，咱要举办全教会联谊自产的分享会。地点是在咱后壁这个小西门里的活动中心。敬邀兄弟姊妹大家做伙来参加，一家一道菜的方式来进行。请到招待桌来登记报名。第7。2026年教会年度行事历公布伫即个消息公告的群组，也有即个纸本放伫咧招待桌，敬请兄姐来注意，有留时间参与着即个教会逐项的活动。第8，个人奉献规个奉献编号位置，明年有做一寡小小的调整。请兄姐伫年底以前将个人的奉献规个收据、奉献地拢家己摕走来处理。多谢各位兄姐的配合。以上敢有补充报告？若无，咱要请敬拜团。各位兄姐平安，平安。今仔日是今年上尾一个礼拜，咱的心一定真正欢喜。第一个礼拜一直到上尾一个礼拜，咱拢有来到教会要来敬拜，要来学乐上帝。好，甲你倒边正边的兄弟姊妹甲因讲，真欢喜看到你，真欢喜。上帝祝福你满满，上帝祝福你满满，阿门。好，咱真正上尾一礼拜上帝有缘安尼看过咱吼，然后进入新的一年佫无共款啦，上帝祝福佫要较济甲咱同在哈，阿好，咱为咱的座位起立咱要来敬邀，要来见证上帝的名，来学乐伊，来感谢伊，哈利路亚。来应邀，应邀。
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我们来荣耀你的名。主你经选我活的，就是要来敬拜你，就是要来荣耀你的名。我们感谢你救赎的保护，来洗净阮一切罪恶，赏赐予阮喜乐甲平安。主，我们要将所有荣耀、荣光归乎你，为你配得阮所有的一切。主啊，所献上的罪。主啊，阮伫你的面前感谢阿拉你，哈利路亚！你是大君王，主啊，你是阮的上帝，你是阮的主，主，阮所有一切拢伫上帝你的手中，你会引带带领阮的每一天，我要起来荣耀你的名，每一天拢要来感谢来阿拉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你是大君王，赢过黑暗死亡。主啊，你赏赐喜乐甲平安，甲阮每一个人同在，互阮心无惊吓，有上帝甲阮同在，所有代志阮拢会当来赢过。因耶稣基督，你是阮的主，阮的王。你是大君王，赢过黑暗死亡，洗净心灵忧伤，带来喜乐平安。你是全能主，掌管世上所有，除去罪恶捆绑，收拾我心的我命。我们宣告，你是大君王，赢过黑暗死亡，洗净心灵忧伤，带来喜乐平安。你是全能主，掌管世上所有，除去罪恶捆绑，收拾我心的我命。起来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起来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咱同齐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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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主耶稣！咱同齐荣耀，荣耀，荣耀，荣耀主！起来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起来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咱同齐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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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主耶稣！咱同齐荣耀，荣耀，荣耀，荣耀主！哈利路亚！咱将所有的荣耀、荣光、感谢、阿拉、宽平，拢要归乎咱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请坐。主，阮来到你的面前，阮的心来安静，阮的灵会听候主的声，对阮的心来讲话。主，无论阮现在的境况如何，无论是伫顺境还是逆境，主，我要落来感谢你。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阮永远的石盘。阮就单单放落阮家己，互主你来引传阮前面的路zan互阮真知影耶和华你是上帝，你是阮一生的救主，你要来引传来带领阮。我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灵听候听你的声，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灵听候听你的声，我的梦想我是昨天，忘了家己，互你引传。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石盘，有你。
我一生，予你记着。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灵听候听你的声，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灵听候听你的声，我的梦想我心所听，放了家己，予你做。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借伴，有你引带，我拢总会行。你的手轻轻靠我，你永远无放下我，用我一生，予你记着。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借伴，有你引带，我拢总会行。你的手轻轻靠我，你永远无放下我，用我一生，予你记着。这是咱的心若有负担的，伫咱的心内面有负担的人，咱会当点点为祈祷，咱嘛会当出声为因祈祷，互上帝的灵亲自来安慰，亲自来医治，亲自来讨白，亲自来讨白阮，互咱有完全的自由，互咱来到主的面前。咱就爱诚心来到伊的面前来祈求。主讲，咱若祈求，咱就会得到；咱若拍门，咱就伊就为咱来开门；咱若敲吹，咱就要看到。咱的主，伊是信实的上帝，伊是慈悲疼痛咱的上帝，伊要垂听咱的祈祷，伊也要来回应咱的呼求。互咱真正用信心来倚靠上帝，伊是信实的上帝，永远我的照盘要甲咱同在。哈利路亚！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借伴，有你引带，我拢总会行。你的手轻轻靠我，你永远无放下我，用我一生，予你记着。我们宣告，你是信实的上帝，主你是永远的照盘。哈利路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你要来引带我，主啊，我唔免惊，有上帝甲我同在，你的手要来牵我，主啊，你无放下我，主啊，你要来引带领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借伴，有你引带，我拢总会行。你的手轻轻靠我，你永远无放下我，用我一生，予你记着。用我一生，予你记着。是主，阮用阮的一生，互你的旨意来伫正。主，我们来面对你，我要来侍奉你，阮一生拢要交托伫上帝你的手中。你来引带带领阮前面的路站。我也要伫主的面前来宣告，主，阮要将阮的一生献伫这段，互你，成做一个活祭，
主啊是圣洁的，是上帝你所喜悦的。主你讲我安尼做是理所当然。主我愿意相信上帝你的话，我也愿意将我的一生拢交托伫上帝你的手中，互我成做上帝你堪用的器具，互我成做上帝你的见证，成做济济人的祝福。主，我来到你的面前，安尼来宣告，感谢主，哈利路亚！咱请兄弟起立，咱将这首的诗歌，会当献伫上帝的面前，恳求主来引带，来带领咱。求主耶稣是我，求我心的灵魂，对待以后我你永远奉献给你，那将一切我所有献给我主，等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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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领导。我恳求主向尊名所献祭的偶像，我被上帝他了听，只是我最强，那将一切我所有献给我主。等候，等候，等候，等候显会领导。主愿将阮的一切拢要献伫主你的面前，献伫主你的祭坛，我们听候，听候，听候圣火临到阮的当中。恳求圣灵大当你那回转的我心，互我充满你主爱，不可贪恋世界，那将一切我所有献给我主。等候，等候，等候，等候成为领导。求主无悔洗我罪，互我脱离污秽，验着生命的见证，定义不朽正成，那将一切我所有献给我主。等候，等候，等候，等候显会领导，那将一切我所有献给我主。等候，等候，等候，等候显会领导。主，阮的心伫你的内面，才会当得到完全的平安。我毋捌为家己着磨，济济的拍算，
但是长期落尾，阮发现，阮的计划对袂着时间的变化。目一年，阮所规划的，拢规伫空空。但伫你有极大的怜悯甲疼痛，赦免人的骄傲，引带人的计划，通互人进入上帝你伫这个宇宙当中所要成就一切你的荣耀。阮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会通甲家己的活命、时间所做的代志，因为甲上帝你同行，你来指示阮着行的道路，阮着伫所做的代志、所思想的代志，以及阮伫活命当中一切规划，该显伫这段的顶面。上帝，你要来圣化所有一切的计划，要引带阮的道路，互阮会当行伫上帝你的道路当中，照你的应允所讲，当阮每一件代志对心内底为主来做。主你讲，安尼阮的路就会愈来愈宽，阮的活命就会愈来愈安息，阮就伫你的内面得成。上帝，你创造阮的目的，并你伫阮身上所要成就一切关系阮的荣光，主，阮为着这一切来献上感谢。恳求继续赐恩引带，互阮的心思意念定定甲主你相连，因为安尼阮就无地到歪错，阮就按照你活命的道路直直来跑走。互阮的活命伫上帝你的手中，诚侪这世代荣光的见证，并人要对阮的身上看到上帝你家己，因就要将着一切荣光归乎阮伫天顶的爸。愿感谢、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同齐来上读新的诫命，请。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尽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阿门，请坐。这时咱要来读启应文，启应文第52篇，52篇。我来客兄弟来引号的所在，咱大家做伙来读。我若会当讲万人的方言，并天才话语，却无听，我就成了陈的锣，响的钹同款。我若有先知讲道的能力，也明白同样的奥秘，同样的知识，而且佫有全备的信，叫我会当移山。却无有听，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善向人，搁写家己的身躯，叫人分烧，却无有听，犹原甲我无益。听是恒久忍耐，阁有温慈，听是无制度，听是无自夸，无猖狂，无做见笑的代志，无求家己的益处，无轻易的来受气，无计算人的歹，无欢喜不义，只欢喜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仰望，凡事忍耐。听是永无止煞。如今尚存的有信、有望、有听，这三项其中上大的是听。阿门。今仔日正道，咱请廖牧师。
咱请同齐掀开周报第4面。咱同齐来上读本周主要的经文，请咱三甲做伙来上读，请。耶和华远离歹人，却听义人的祈祷。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我的王，我的上帝啊！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耶和华，早起时你要听我的声音，早起时我要向你证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但耶和华因恁的缘故，我受气，无应允我，对我讲：罢了，你毋通阁对我提这个代志。恁举手祈祷，我必然暗看目睭无看；就是恁坐坐祈祷，我也毋听。恁的手拢满了杀人的火。玛拿西引诱犹大甲耶路撒冷的居民。直到因做歹，比耶和华伫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搁较凶。对耶和华警戒玛拿西甲伊的百姓，因却是毋听。所以耶和华予亚述王将将帅来攻击因，用腰钩交掉玛拿西，用铜链锁掉伊，带到巴比伦去。伊伫急难的时阵，就恳求耶和华伊的上帝，伫伊的列祖上帝面前极其自卑。伊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就允准伊的祈求，遂听伊的祈祷，予伊归回耶路撒冷，犹原坐伫国位。玛拿西才知影，独耶和华是上帝。耶和华要击打埃及，搁击打搁伊地，埃及人就归向耶和华，伊要应允因的祈祷，医治因。咱若照伊的旨意求啥物，伊就听咱。这是咱向伊所存坦然无惊的心。搁再一届，咱下头来祈祷。亲爱的上帝，阮的心仰望你疼痛的同在，保守因带阮，使阮伫阮下面的时间，圣灵恳求开启阮的心，伫今忙乱的时代，对你得到属天绝对平安的引带，引带阮进入你的平安，互逐项代志拢伫上帝你的顺序内底。就是阮这个人，也伫主你的顺序内底，同心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有一寡物件看起来，伊改成甲咱的目睭所看到无啥相像。我捌徛伫铁基路，看迄远远的所在，了后你会看到讲，你改成远远的所在遐吼，有一个白白的影，红红的影，一直往即边遮来，感觉是亲像火车。但是看足久吼，伊开拢无震动。尾后我着行位头前去看，结果毋是，是一个树叶啊，甲一蕊花卡伫遐。树叶顶悬吼有一个啥塑胶落啊，所以吼，怎看起来袂输红红一个白点，袂输太鲁阁要来安尼啊。但是吼结果毋是，看改成真近，但是离了咱真远。这是阮2014迄阵仔的时间。了后，阮有一届含真兄同齐做伙去北京，伫个所在侍奉。侍奉了的时阵，阮要徙到别个所在去。阮坐车坐到一个所在，着落车。阮落车的时阵我着想讲要继续向前行，要搁
砸迄个客停车行。了后时阵哦，英姐娘就讲一个，迄北京西站吼，就伫遐尔。啊，无说呢，咱用行过就好。结果阮就真正，因为时间抑阁有够，哦，抑阁点外钟，你知无？所以阮就真正用行。结果吼，迄一届吼，差一点啊，火车坐无着，迄票拢买好啊，差一点啊，火车坐无着。哦，安尼吼，啊走去到迄落火车的时阵，因遐吼，抑阁有车厢小姐，看阮遐咧，雄雄公公来，了后迄小姐就甲阮问讲，怎么这么慢呢？怎么这么着急呢？所以阮就伫个所在干嘛？我来讲，尾只我去伫车顶的时阵吼，阮就发现一样代志，就是讲，因为吼，阮用着台湾的看法，你若看讲吼，我若是伫圆环迄个所在吼，伫咱石上遐，伫迄个所在来看着火车头的时阵，你著看到迄火车头吼，安尼差不多佫行几分钟啊，你著行会到啊，对无？伫中山路石上迄个所在遐，安尼看的时阵，看到火车头，佫行结果20分。但是阮看到的时阵啥，还佫点外钟呢，要到2点钟呢。但是阮用行到用要袂有时啊，因为即个所在哦，是全亚洲上界大的车头，所以伊是大长，你知无？所以你用咧看的时阵哦，看到介成近啊，但是实际上咧，非常的远所以你有诶时阵吼。毋好去互咱的目睭骗去，看起来介成袂歹，但是实际上无的确是安尼。在咱的活命内底，咱也爱真斟酌，咱和上帝是远还是近？咱在咱的活命内底，是毋是真正伫一个团体内底，咱互包咧？咱感觉咱伫即个团体内底嘛算真袂歹，因为咱的团体袂歹，所以我就感觉我家己应该嘛袂歹。但是真正是安尼嘛？有诶，听下到咱有一日。落到伫苦境内底，我感觉我是毋是因为我得罪上帝，致到我伫环境内底苦痛呢？是毋是安尼？或者是上帝伫即个活命当中有啥物代志咧对我讲话？这也是我爱去思考的物件。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伫活命的过程内底有真济代志，咱是爱去斟酌的。咱和上帝的距离远还是近？这对咱的祈祷来讲有相当大的影响。圣经今仔日咱头第1节所读的圣经，箴言15章29节讲：耶和华远离歹人，却是听义人的祈祷。了后到第4段、第5段迄个所在，以赛亚书1章15节讲：恁就是举手祈祷，我嘛暗目无爱看；就是恁搁较侪祈祷，我嘛毋爱听，是安怎？因为你的手满了杀人的火。所以耶和华上帝伫当中对着咱讲。毋是即个宗教礼仪，是咱的心是毋是有甲上帝连做伙？你看到现主时，你看到啥？你即摆安尼看到啥？这是有影的哦，这是有像的哦。你看到啥？你看到啥？乌对无？啥物拢无对。其实这是有一张相片伫啊。这是我的电脑哦，有一天伊怎啊，形容怎啊乌去，你知无？就是一张相片，伫电脑乌去，我就真感觉真奇怪。买手的时阵，伊就出现即抓没有讯号，出到这没有讯号，了后规个单就安尼，我就去检查，你知无？后壁早拢甲吹过，电脑有差，这里迄个影像的物件嘛有差，我就搁甲蒙蒙的，但是安怎？伊就是共款，搁走即张出来。了后，搁尾啊，搁走一张出来，嘛是无信号啊！我着搁去看下骹面的遐个电脑下骹面遐个接线的了后，但是尾啊搁甲试落，我想讲是是毋是害去？毋是啊，搁3只鸟啊伫遐无飞走啊去啊！所以我着搁伫个所在，搁家试到尾手的时阵啊，搁倒来看，尾手的时阵啊，我才发现这个所在遮，你安尼看咧平对无？但是伊角角，这个所在遮角角，结果角角的时阵安怎？信号有入去无？无入去，但是看起来有好势无？有啊！亲爱兄弟姊妹，偌年啊这时阵吼，我嘛有参加祈祷会，我嘛有做礼拜，我嘛有1/10奉献啊。应该有诶吼，安怎？介成拢接了袂歹对无？但是安怎？中央有一个边啊，
这个所在遮有一个所在桥角，就是因为桥角安怎遮无好势，但是看起来安怎袂歹，介成拢总好势。但是实际上，这个时阵是安怎？咱看起来真紧，但是实际上安怎？甲上帝敢有通？无通。恋爱物语啊，吼，恋爱的物语内底有一句话安尼讲的吼：全世界上远的距离，就是你伫我的头前，但是我却无看到你。对，全世界最远的距离，就是你在我的面前，但是我却看不到你。只有这恋爱物语。哦，讲到这个话拢，哪会讲会出来？我实在想拢无。都安尼画面内底有真侪即款代志，所以求上帝帮助咱。一直到尾手的时阵，我规个甲拔落来，了，搁甲倒倒起哩，搁甲这边吼，这两个绳啊，搁甲伊绳看卖啊，绳落起哩，尾啊真正上道走出来啊！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的画面内底。耶和华上帝以赛亚对着百姓讲：恁举手祈祷，我嘛暗目无看；就是恁搁较侪祈祷，我嘛毋听，因为恁的手满了杀人的火。咱无抵到杀人，但是杀人的火，这个问题毋是杀人的火，是安怎？是无尊敬上帝的话语。重点是伫遐，杀人是毋对，但是无尊敬上帝的话语，毋才会去杀人。所以源头是伫上帝，咱对上帝的得罪，咱掠罪是做伫人的心上，但是实际上是啥？是咧无听上帝的话的时阵，就是得罪上帝。人讲白贼，人行伫家己的拍算内底，和上帝冲突的时阵，也无愿意回头离开。安尼就真容易，伫即个看起来亲像真正常的状况下面，祈祷犹原安怎无法度通透。哦，这是第一个部分。咱和上帝的距离到底是远还是近？咱伫当中就会影响到伫咱当中祈祷是毋是真正来得到应允？你的任务若是出一条线，你知影这问题出伫倒？但因为这真明显嘛，明显的歹，伊抑阁会运作，但是无明显的迄个距离，无明显的迄个距离，这是上界远的距离。伊敢若一点点啊无接到尔，但是伊就安怎？伊就是袂通。所以迄个无明显看起来物件，检采是咱离上帝上界远的距离。就是敢若迄一搭接无到的时阵，就真有可能抵到咱伫上帝面前的祈祷，上帝无法度将着应允的福气继续加添互咱。所以祈祷无忘随听，是毋是上界核心接触的迄一点？咱其实是无确实的念着，这一点咱会当三甲做伙来思考。大家做伙来勉励。第二部分，咱也看到一个代志，圣经伫这当中讲，检采有的时阵，咱是集体咧抵挡，要和上帝的连结，结果到伫落尾，咱去拖累到别人。咱拄则有讲到，有可能咱这个团体是水的，但是伫其中，咱有一寡无定就是别人，无定就是我。伫这当中。所行所做去影响到这个团体，这是迦南边疆的一个遗憾。迄时阵，摩西已经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要进入上帝所应允的迦南地。但是已经行到迄个边界的部分、国界的部分的时阵，已经要入去到迦南地。百姓搁伫迄个所在埋怨，搁伫迄个所在埋怨上帝，埋怨摩西受气。摩西讲：你甲阮带出来遮，阮都无水通好啉，你是要阮喙焦甲死伫遮是毋是？用真济话语来攻击摩西。摩西去甲上帝讲：上帝啊，我带遮百姓足艰苦。上帝就甲伊讲：安尼，你去吩咐，你去吩咐迄个石盘出水。
摩西迄个时阵安怎？互百姓吼安尼舞弄甲，话要气死啊！伊就怎讲一句话：我为恁来攻破石盘，互水流出来。亲爱兄弟姊妹，人这就是伫这当中听后行来到边疆的时阵，上帝甲摩西讲：摩西，我意爱你这一世人，我真欢喜你。但是你伫百姓的面前，当你已经行到路尾，伫百姓的面前，你无尊我最大，所以你会当看到迦南地我应允的所在，但你家己无法度入去。百姓的埋怨，百姓的无共心，拖累了圣经讲，这个啥物人？摩西做人极其谦和，赢过世间的众人。当我想到这句话，和摩西受气甲讲，我为恁攻破磐石，互水流出来。我想这句话的时阵，这两句话你哪斗会拄好？对无？摩西做人极其谦和，赢过世间所有的众人。了，上帝甲摩西讲：你去吩咐哦，你去吩咐石盘出水。了，摩西啊，气甲哦，牙怪啊，总甲喊两个，讲我为恁像会当互石盘出水。上帝，但是摩西讲讲我，并且上帝讲啥？吩咐，但是安怎用手甲伊讲，牙怪啊甲伊讲，亲爱兄弟。我看咱当中啥物人上温柔的？有无上温柔啊？无见鸡仔上温柔。你睇，一个人温柔，甲圣经讲伊赢过世间任何倒一个人哦，比别人还阁较温柔哦。上无就是吼，以色列迄60万的大人吼，迄60万的查甫人，无一个像伊遮温柔的。但是什么情形？有法度舞弄甲摩西受气起来，这就足无简单啊！所以你就知影摩西安怎忍耐偌久，但是已经行来到边疆啊。当行来到边疆的时阵安怎？上帝甲伊讲：摩西，你的路途就到这。伊甲上帝讲：上帝啊，拢到这嘿，都已经到这，无你好过。上帝甲伊讲啥？罢了。亲爱兄弟姊妹，这就是迦南边疆的遗憾。咱的人生有的时阵会到安尼无？上帝甲咱讲，搁等一下，搁尊严我一点啊。但是伊伫当中无。教化上帝甲伊讲罢了，你毋通阁对我提供这个代志。圣经对迄时阵开始，摩西无阁再甲上帝求这个代志，但是摩西有继续做工课无？有，伊继续带以色列人向前行，并且吩咐因一定爱会记上帝的教示。伊掠家己做例，会讲我因为恁的缘故。上帝我受气，这句话毋是咧控告，这句话是咧讲到我家己忍耐到安尼，但是伫上路尾这一段，叫做啥？晚节不保。对上帝爱对到啥物时阵？一世人对到底，毋好到伫路尾手的时阵，当咱已经受人甲咱惊起来的时阵。当上帝甲咱放伫悬悬的所在，真做一个尊贵的领袖的时阵，迄个时我安怎袂记起上帝讲啥？我为恁的缘故，互石盘出水，毋是摩西，是上帝。但是摩西明白这样代志，
耶和华为恁的缘故，我受气。但是是恁的缘故无毋对，但是啥物人受气，我受气啊！所以你毋好安怎过头为别人受气。咱的情绪的锁匙是爱啥物人把握？你的情绪的锁匙，你要欢喜，你要受气，是你家己决定，还是你互别人决定？咱爱家己决定。所以毋通讲一句话，讲吼，了无说你大裤干那青啊脏咧。我在受气起来，你知无？着恨不得安怎去甲伊对，结果共对甲人受伤。哦，我的情绪的锁匙是安怎？爱藏伫家己的手中。哦，人安尼讲的时阵，检菜无定着，我嘛会当学习讲对啊，我就是大苦大脏啊，所以啊，风太若来安怎，甲我抬袂走。那你较尔散步吼，风太一个口就走去，哦，所以你爱较细腻的哦。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的活命内底爱斟酌。所以，但是摩西，你知影一件代志，对着伊活命内底，另外互咱有一个人生的第一名。圣经伫即当中讲啥？对安尼以后，以色列当中，无个兴起先知亲像摩西，伊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捌的。这句话是摩西一生的尊严。伊面对面和上帝讲话，上帝并无因为安尼弃绝伊。上帝只是甲伊讲：摩西，你的活命内底，伫即一点有一寡的欠缺。即款的活命内底，迄个甲咱提醒到一样代志。虽然摩西祈祷上帝讲：上帝，你互我会当过去，但是上帝甲伊讲：罢了，你毋通去为我提这个代志。祈祷上界大的信心表现是啥？就是上帝讲无爱毋好的时阵，安怎？我犹原顺叹上帝所讲的，一定是啥？上水上好的。所以摩西留着伊顺叹上帝的诫命，伊行伫上帝的道路内底，伊相信上帝，伊带出活命绝对的顺服。时间的经过，并无因为安尼，所以人伫其中学到什么货？尾手的时阵，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因大声去攻一座城，或者耶利哥。上帝甲因讲：恁去攻城的时阵，射城。但是你用我的方法，毋是用恁的方法。上帝讲：这座城是我替恁攻落来的，所以恁爱将这座城所有的物件拢安怎奉献予我，全部拢经过火甲焚烧，成做芳芳的烧祭。一方面除灭所有的罪过，因为耶利哥迄个时阵来讲，亲像咱的台中，伊将着以色列地分做两边，北边甲南边。但是伫即当中，耶利哥又搁做一切的歹，所有的歹差不多拢是对耶利哥传出来，所以伊影响即边甲迄边。所以上帝伫迄个所在讲：我灭绝即座城，所以即座城内底罪恶，我会甲伊全部用互伊清去。但是其中内底所有的金银财宝，你爱全部用火甲伊焚烧。因为是我下，毋是恁下。了，其中有一个人叫做阿干，伊去烧战了，伊就真正去照上帝，因照上帝话去行去做。尾手呢，伊就看到水水的衫，伊就怎甲伊藏伫内底，甲伊抢起来，了藏伫伊的布柄下骹面。当伊藏伫布柄下骹面了，因搁去出去征战。敢讲一座小城的时阵，但是战输。伫到战输的时阵约书亚伫个所在求问耶和华上帝。上帝讲：是恁当中有问题，毋是我有问题，毋是我无爱帮助恁，是恁的罪恶，互我安怎袂当搁再帮助恁。所以因就伫个所在抽口，一直抽到落尾，抽到阿干。了约书亚对伊讲：啥事你连累阮呢？今仔日耶和华也要互你受拖累。对安尼将以色列人用石头甲伊钉死。佮将石头担伫顶悬，佮用火焚烧伊所有的。
众人就伫阿干的身上，用一大堆的石头开贴咧，直到如今。对安尼，耶和华回心转意，无搁再按着伊来受气。因此，迄个所在名叫阿甲谷，就是受拖累的意思。亲爱兄弟姊妹，欲望的贪心会拖累整个民族，无尽的情绪体塞，会当杀死一个上好的领袖。咱一方面爱受提醒，也爱家己保守，毋通互咱家己的欲望拖累了整个咱的教会。也一方面毋通用无尽情绪的提塞对别人的强夺，爱别人替咱的情绪负担，安尼到伫落尾，更较好的领袖，都会互咱拖磨到死。愿上帝帮助咱，互咱明白这个代志。圣经继续讲，历代志下33章90到13节，当中有讲到一个王，或者马拿西，伊伫当中引诱犹大甲耶路撒冷的徛起的百姓，致到因做歹，比耶和华伫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国更较凶狂。亲爱兄弟姊妹，这实在是一个真大的问题。这个真大的问题是啥物货？这个真大的问题是，原来迦南地这的人拜偶像、行淫乱的代志，将淫乱甲偶像结合做伙。因伫拜偶像了后，会同齐做伙啉食，同齐做伙啉食以后，百姓起来行淫乱的代志。所以，当因行即款淫乱的代志的时阵，到伫当中，耶和华上帝就是因为看因所行所做的歹，因行到什么款程度，咱若去读申命记的时阵，你就会读到民数记内底嘛有记载这个代志，就是讲到落尾啊，人含牛羊，含遐野兽交合，所以。你家看，上帝就是因为安尼来灭绝这歹、这罪恶，但是无想到这个王马拿西起来，伊甲外邦的神明放入来伫耶路撒冷，放入来伫犹大国这个所在，了后甲百姓引带去偶像的崇拜，无搁再尊耶和华做圣。无搁再尊耶和华做独一的神，将耶和华当作一般的神明。这毋是甲其他的神明揪起来和上帝做伙，这是将上帝给揪落来，当作一般的人共款的。爱上帝顺探咱，爱上帝讲，我用我的方法来敬拜你，你就爱为我来着我。所以到落尾，人变做上帝，人用这款卑微的方式来对待耶和华上帝，耶和华的上帝心中艰苦受气。圣经讲啥？马拿西引诱犹大甲耶路撒冷徛起的百姓，致到因做歹，比耶和华伫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绝的列国更较歹，更较无好。所以耶和华就兴起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因，用钩啊，用迄个钩啊，什么钩啊呢？绕钩啊，绕钩吼是双面的钩，对，伊安尼起，个凹倒过来，你毋知捌看过迄啥货？东方不败伊用迄物件，铁钩啊去为啥呢？为琵琶骨甲伊锁掉咧，嘛。迄个钩是安尼，古拉基钩，毋是干那一支是古拉基钩。了后安怎锁入去伫伊的肉内底？圣经讲啥？将伊改，毋然安尼改钩掉咧。佮用啥？用当链改锁掉咧。我咧想讲马拿西是毋是身体原来足大壮的安尼无啥啊？你若像我你用锁甲绑咧我就互你拖去啊啦！你毋免用迄铁钩甲。高条咧佮用锁链钩啊锁咧。我咧想可能马拿西大肠佮有力的款，所以爱用个铁钩顶入伊的身躯，绕钩啦。迄是一个就是
骨力机铁车啊，迄款的吼，甲伊钉入去伫个肉内底，迄叫做桡骨。所以你要甲伊钉入去，佮安怎用当链甲伊锁掉咧呢？哦，啊，甲伊拖去倒位？拖倒转去因个国家。这当中有一个真大的代志，就是咱敢有看到亚述王哦，咧对待玛拿西，亲像对待一只野兽，有看到无？是安怎会安尼？因为伊引带以色列的百姓，南国这边的百姓安怎？甲敬拜、甲淫乱男做伙，亲像外邦共款，人和走兽发生关系。当人甲家己变做走兽的时阵，上帝就互迄个人，就甲迄个人当做啥？走兽咧款待。所以，伊互伊带到巴比伦去。圣经毋是历史停伫这个所在，圣经的历史继续写讲，伊伫急难的时候，急难的意思是伊我的头前哦，若是有一粒石头，哦，我开车开到遐哦，若是有一粒石头，我就落车落来，我就甲迄粒石头刷开，这是毋是哦？这急难？毋是，因为安怎是一个困难，但是我安怎我都甲伊刷开，因为我有够力嘛，所以我会当甲石头刷开。虽然伊是一个困难，那急难是啥呢？急难是山顶割一粒石头落来，了甲规条路拢挡掉咧。了，我即马一定要赶紧赶转去，但是啊，迄粒石头呢，我敢淹会倒，淹袂倒。所以我伫急难当中，我又搁爱赶时间，吼。无定就是吼，我毛长叶，无定是我心脏病。我若搁无的时阵，我就翘去啊。但是我开车开啊遮紧吼，我咧超速，我来懵无惊，就是硬解讲，结果安怎？石头落落来翻伫遐，这叫做急难。你就是掉去到路用，到我都解决迄个问题，无法度。但是我安怎？各样要死啊！心脏病咧安怎咧发作啊？安怎？吼，内底咧出去啊？安怎？翻伫你都发现到，伫即当中，啥物拢总无法度。结果里面喏，伊就祈祷上帝。迄个时阵，伊敢若才有法度呐，伊前无步，佮退无路，所以敢若伫当地个所在讲，上帝求你救我。结果吼，就发生一个长的大地动，你知无？结果迄个地动，一粒石头怎呐？割落去，车就会通啊！你听我意思无？这叫做急难。但是你的问题是哪？无人有法度替你解决的。但是圣经讲啥？伊伫急难当中恳求耶和华伊的上帝，伫伊列祖上帝面前啊，极其慈悲。上帝啊，我的活命原来是你所想事的。原来我一生，毋是我家己会当拍算做啥物货。原来我袂当，因为上帝你对我的怜悯，所以我就继续活伫叛逆内底。伊祈祷上帝，圣经讲啥？耶和华是大有怜悯、有慈悲的上帝，伊就恩准玛拿西的恳求，随听伊的祈祷，互伊归回亚到率领，有缘坐伫国位顶面。玛拿西，圣经讲啥？这才知影，原来耶和华是伊的上帝。亲爱兄弟姊妹，咱的人生内底爱斟酌憔悴。圣经绝对毋是个人的灵修的点心啊！一天读一章圣经，一章读一篇荒漠甘泉，伊真歹起造咱的活命，咱的灵性的活命，伊真歹起造。是安怎？因为咱拢食点心嘛，你逐工拢食甜点，你食会落用？你逐工拢食甜点过顿，安尼你就有法度生活吗？无，咱一定爱食饭、食菜、食肉、食鱼，毋只会当勇行起来。囡仔若是逐工拢干那食甜啊、食甜点，到第20几岁伊就爱洗身。
所以咱爱斟酌伫属灵的原则内底，也是安尼。咱着斟酌圣经祝福的范围，大到个人，小到个人，大到啥？宇宙诸天。圣经祝福的范围，伫人际思想的关系内底，一直到倒位？对到体育，一直到科学，一直到英雄，伊的范围遮尔大，但咱拢家停留伫遮，个人和人际关系尔。但是一个国家爱需要有上帝的话语。圣经伫这当中提醒一样代志：邦国，你的王若是囡仔，你的君臣早起是宴乐，你就有好了。邦国啊，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你的君臣照时食啉，为着保乐，毋是为着啥？车花宴乐，安尼你就有福气。亲爱兄弟姊妹，爱起来为着国家祈祷，爱起来为着国家祈祷。马拿西伊是一个代表，代表什么？代表国家离开上帝，但是上帝犹原怜悯国家。国家就是背逆离开主，咱也爱真斟酌这项代志。亲爱兄弟，你捌有看到啊？这个人我知什么人？梁介生啊啦，人伊安怎？这句有好无？想着我会惊，想着我会惊。台湾的庆子是满都知，听到啊？亲爱兄弟姊妹，当一个国家面临选举的代志时，当一个人举起这支枪的时阵，伊讲要鸣枪起跑，伊讲要再战恶势力。如果世界问题会当用暴力解决，耶稣基督就毋免降生来到世界。人的问题是心的问题，所以今仔日咱来起来为着咱的城市来祈祷，咱求上帝停止政治的恶斗，只是让咱的国家愈来愈消磨。咱真正解决的问题，圣经讲啥？伫急难的时阵，伊就恳求耶和华伊的上帝。急难我已经解说过，恳求耶和华是毋是咱的上帝？耶和华若是咱的上帝，咱就会听伊的话来行。我讲会听伊的话来行，除了礼拜奉献、服侍，更较重要，你会记。电脑迄个任务，逐项看起来拢舒适，但是上界重要，伊交角迄点点的交角的所在，是毋是有真正甲伊倒倒转去？心的归向，圣经讲，指头是上界细的器官，咱的心脏嘛无大粒，但是伊影响咱身躯所有的一切。所以，咱是毋是？互上帝真正成做咱的神，咱伫其中同齐来思考，求主来帮助咱。要来的这个礼拜三有跨年的祈祷会，9点半到0点10分。为着过去一年咱所得的恩典，来感谢上帝。为着咱得罪上帝，咱反省来调整，求圣灵来更新咱。咱也要求上帝继续赐恩伫咱的小组。伫今年来，咱的小组、咱的乡亲、咱的社区关怀据点、菜市仔小组，还有这个乡北树小组，还有一寡兄弟姊妹。咱开始踏出去伫无共款的所在，开始有福音的行动。这是上帝所予咱的恩典。咱的教会无大间，但是咱的福音事工，兄弟姊妹愿意同心起来，甲基督降生、基督拯救人的这款的好消息，报扬互人知。这是咱教会极水、极水、极水
赢过真侪其他大间教会，咱有咧做的工课。我相信咱的教会会比现此时更较好。年底的时阵，我甲上帝祈祷，上帝予我有一个真清楚的话语，对内面更较三听，对外口更较分享，互咱的教会对内聚成变做外展成，对内部的组织变做向外发展。了到伫12月初的时阵，上帝予我一句话讲：靠搁较近咧，传搁较远咧，靠得更近，传得更远。这是咱2026年的目标。求主赐恩伫咱当中，既然安尼兴起，伊也一定会安尼做。所以，是毋是互牧师会当邀请？互咱大家会当三甲做伙，伫即礼拜三要来即个礼拜三，三甲做伙同齐来参加即个跨年祈祷会，互咱会当亲像玛拿西共款。虽然过去咱有失觉察，但是上帝因为咱对着伊的恳求，圣经讲，耶和华上帝的温准伊的祈求，互伊永远坐伫国位上。求主帮助咱，恳求咱的上帝，哎呀，伫咱的活命内底带起来，更较侪的美好。关系哪亲近，就会当哪心意相通。一个人会当拖累整个的群体。群体嘛会当拖累整个的人，但是反倒转来讲呢，一个人有可能祝福所有的群体，群体嘛会安怎祝福所有的人？看咱是安怎样的一个群体，我靠圣灵来觉察，互咱修理内底的物件，咱就会当行出迷惑。进入上帝创造咱的目的，三甲阿头来祈祷，主上帝愿你帮助阮，照你的话所讲，互阮靠着圣灵的开力，远离歹代，互阮甲你亲近，伫上界幼细的所在，甲你亲近，安尼阮的祈祷。会通进一步，互上帝你垂听。感谢上帝你的赦免，就是阮过去有错误，甚至是大大的错误，但你要赏赐阮一个新的开始，新的稳定，新的祝福。主你讲，就亲像玛拿西所行的，但当阮自卑超出你的面，上帝你要互阮重新坐伫上帝囝儿的名分这个位置的顶面，愿你的阳光显明，继续引带阮，互阮伫主你的内面，诚侪祝福这个群体的一个人，互这个群体就是主你所设立安乐性教会，诚侪你伫阮当中显明见证能力权柄的所在。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个时阵，咱是毋是要来发？对吼，来，咱大声吼来敬赏哦，这个谢任的执事的礼物，吼，咱感谢主的恩典吼，咱所亲爱的同工。对着过去到伫现在，来帮忙咱。咱感谢主，有光辉执事、慧君执事吼，甲少恩执事伫咱当中来。咱请三位执事来到头前吼，咱致赠一点微薄的礼物。
感谢主的恩典，谢谢慧君执事，谢谢江杯执事，谢谢沙文执事，谢谢，感谢主的恩典，谢谢，感谢主的恩典，来，谢谢，感谢，谢谢。谢谢，感谢主的恩典，谢谢。感谢上帝听堂，咱送因甜甜的饼这个阮古早的时阵有一个老牧师这黄金店牧师伊就甲阮讲，送你食甜甜，互你听主那加天当虽然下任啦但是犹原为咱做真侪美好的服侍沙文哥那对过去到现在一直伫这个音控的部分音响的部分帮咱真侪咱的工位结束安尼好野阁有春，你知无？好野阁有春到达嘛抑阁好野阁有春伫赞美操的顶面对咱有真大的帮忙特别来感谢慧君结束伫主日学的服侍顶面。这120年来伫当中所付出的一切，咱搁再一摆拍拍来感谢伊。谢谢伫上帝听内底搁现主持摊拄我收到红包，你敢知毋是一包正大包，你甲看卖啊！这表示咱教会足侪乡亲，你知无？来咱满65岁啦满65岁兄弟请咱来头前咱要敬送咱教会对着乡亲的这敬意来请所以咱请65岁以上的这兄弟来到头前，你免歹势啦，有遮济包咧啦，你甲看所以来，你活得越久，领得越多你爱感谢主的恩典来，你看，发这红包袋拢装起来，你甲看卖啊咧？文娟姐，你话65万吗？感谢这位恩典这是真大的恩典啦哎呦苏珍姐，你往哪来啦？拢我要紧好，平安，好来，好，OK，好来，上他要国语堂你要国语堂吗？好啦，我紧啦，来 ，OK， 来，好来，谢谢，来，谢谢，感谢主的恩典，丰盛的听堂来，无枢纽到本来，谢谢，好来，OK， 好啦。苏珍老师来啦，这位来你国语堂无过来，甲你一届呢谢谢，来，上帝恩典，来，谢谢，感谢主的恩典，谢谢，上帝恩典听堂来，谢谢，上帝恩典丰盛的听堂，谢谢，来，谢谢，来，平安，上帝听堂来，祝安尼平安，祝家姐平安，恭喜平安，来，人生平安。木姐你60块看唔出，而且平安，平安平安，看你这少年平安，小兄平安，平安，来，谢谢，来各来，真德姐有拢有吗？来好，谢谢来个啥物人会无对无？拢会对来林玉姐我65万吗？无，错一个感谢主来，啥物人来沙文哥来帮忙一下来，你遮较过一下好来，魔术娘来拜托，谢谢，来你听到真好来，谢谢。来，乡亲团体站好来，乡亲团体站。
谢谢，感谢主，好不好？感谢主，谢谢。谢谢。好，感谢咱亲爱的乡亲的兄弟。你倒等啦，你倒等啦呀，总有一天等到你哎，对，咱顾着你的啊，感谢上帝啊！咱看见咱的乡亲兄弟吼，实在是真大的稳定甲疼痛。我每一届吼，若看到歌谣班啦吼，啊，看到啊，这个社区祭坛，啊，看到咱的这个社区的探访，哦，啊，个这个赞美操啊，吼，啊，个有这个创灵活动。我看到这样兄弟吼，我拢非常的感动，因为吼，实际上吼，就是伫这当中。同齐做伙，甲上帝三甲同行。圣经应允一个福气，伊就是伫年老的时阵，伊的树棵安怎勇行满了장接，伊的树叶嘛无打去，悠然青翠，并且安怎照时结果子，通好显明上帝之爱甲伊的疼痛。所以啊，乡亲的兄弟吼，是咱教会镇会之宝，安尼对无？哦，对啦，哦，是，感谢主。来，甲咱身边的兄弟来讲啊，有你真好，同行天路。感谢这位稳定，伫伊的疼痛甲祝福内底，咱三甲来经历啊，上帝要伫咱身上做更较大、更较水的代志。哦，愿上帝赐阮伫其中。好，安尼，亲爱的乡亲的兄弟啊，65岁以上的兄弟拢有摕到哦。哦，你莫等下过来甲牧师讨哦哈，牧师的红包分要了啊，啊，还有国语堂爱分的。好，感谢这位稳定，来，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讲吼，讲来啊，邀请你来参加啊跨年祈祷会，来甲伊讲来。啊，伫祈祷当中来经历主。好，我们一起来，有今仔日有新来兄弟无？哦，寻律的未婚夫来，好来，小帅哥来，哎，感谢主，哈利路亚，谢谢。这新郎官啦，哦，3月初7吼，3月初7啦，吼，啊，为因祝福，吼，啊，相关的啊，那个有其他，若有其他的消息，就各甲各位报告，哦，真感谢这位稳定，哦，看到因实在是非常的欢喜，啊，愿上帝继续施恩赐福伫因的身上，啊，有其他的新来兄弟无？好，无咱只是用感恩的心，同齐来奉献。每一届会记哩，哦，就是你知影，祈祷上帝有无垂听的时阵，奉献嘛会有上帝无业纳的时阵。哦，所以圣经所意爱的一个介重要的，保罗对咱提醒，将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哦，是圣洁的，是上帝所欢喜的。哦，咱就用感恩的心。伫每一届奉献的时阵，拢确实知影，上帝是我奉献者的，更加你意爱我的是奉献我的活命，我的生活动作，拢会当照你的旨意行，迄就是上水的奉献。3甲7日来吟唱诗歌。有主耶稣是大恩，救我心体灵魂，对答以后我决意永远奉献予你，他将一切我所有献的。这段好主，但好，心会灵光。我渴求主圣尊名，所献祈祷好声。我
愿被上帝落听，这是甲阮做证。他将一切我所有献地这段好主，等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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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会他将一切，他将一切我所有献地这段主，等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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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会临到。愿全能的主上帝亲自接纳你所奉献。你的生活、你的动作、你的心思意念，互你伫所行的道路上满得圣灵的引带。愿上帝过去怎样用伊施恩的信手帮助你，伫未来新的一年，继续用伊大权能的话语、能力、权柄扶持你，互你伫一生的道路行伫上帝公义正直公平的内面，并且路用你的活命，成做正人的见证甲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请坐，咱今日第一堂礼拜就到这，过一段落，上帝赐福大家平安。